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，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。下晝5點，新城廣播新聞報道。現在由羅佩瓊報道新聞。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邀請公眾人士同團體聽朝早10點起至到下個月10號就起火同火勢迅速蔓延嘅成因同情由以及相關事宜提供資料。委員會表示，有意提供資料嘅公眾人士同團體可以喺網上填寫同遞交電子表格，或下載同列印實體表格。填妥之後，透過電郵傳真或郵寄至灣仔告士打道7號入境事務大樓10樓委員會秘書處。一個踩單車嘅老翁喺大埔被一架輕型貨車撞倒之後死亡，貨車70歲男司機被捕，警方正調查死者身份。朝早大約7點半，涉事